镜头转来看国内，行政院长杜英台上任了后，头一件起视察海巡，强调会重视海巡人力的问题。另外，针对着中国国防部长党军伫香格里拉论坛讲，针对台美中的关系，伊的态度大真硬地发表演说。杜英台表示，两岸双方都应该爱表示善意，唔通安尼歹喙互相来攻击。中南空勤直升机出发执行任务，行政长杜英台上任了第一摆巡视海巡，因为57届特别到会海巡要加强围猎扫动，打击不法。也去应对中共一直亲门大户，国防部公布初日几天抓到8只强男、4只海警船，在台海周边活动。而且中国国防部长党军伫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，针对美中台关系发表演讲，美政府论调比以前更加强烈。杜英台表示，两方应该互相释出善意，不应该口头攻击。外部干涉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，不断的虚化、掏空一个中国原则，正在把台湾引向险境。我们已经释出了很多的未来的善意的这个政策，那么我们也希望不要在口头上互相的做攻击。我们愿意做，我们也愿意等到更有看到比较希望的那一天，也就是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加军事战略研究 NGO 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报告中，分析中国伫未来5年可能分4阶段实施无开战就接管台湾的战略，为第一阶段封锁台湾周围海空域航线、切断海底电缆等造成动乱；第二步破坏美台关系；第3阶段提高军事威胁；最后目标是签署和平协议，加建立和平委员会，来完成中国对台湾的控制。就北京来看，现在是美国的驻台的动作越来越鲜明，政治操作者这方面作为一定会越来越大，军事的行动上面它会适当管控。学者认为，最近美国联合民国进行相关演习，家己外交定调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发展，拢带予中国更加具体压力，互北京当局有真悬的无安全感。不过，中国目前无希望破坏美中会稳的军事活动，研判对台海会适度管控军事动作，继续透过政治操作进行认知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